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迷團3，我係阿比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enny。早幾集我哋講過羅斯威爾外星人訪談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請大家去翻呢度睇啊。咁你今日想繼續講啊？都好喎，上次講得咁少，好似唔係好夠皮咁。羅斯威爾事件咧真係好震撼，亦都涵蓋咗好多資訊。不過我諗住都係遲啲先講。咁我哋今日講咩啊？關外星人事㗎？咁都有少少關係嘅。我哋今日會講嘅係烏克蘭神秘時間旅客呢個事件，亦都被稱為最有紀錄嘅時間旅客，而到而家都未能夠破解嘅事件就發生喺2006年嘅烏克蘭首都基輔。一名男子咧就俾人發現喺基輔嘅街頭嗰度遊蕩，佢個樣咧就好似對周圍嘅環境就好好奇。咁啲路人就覺得佢好奇怪咧，因為佢睇嚟咧就好迷茫。佢最令人唔知道佢點解嘅咧，就係佢嘅衣着。佢當時穿着嘅唔係當時一般人穿着嘅裝束，佢嘅款式係好復古，不過又好新淨啲衫。佢仲攜帶咗一個非常之新嘅相機，但係呢個相機咧已經喺2006年前已經停產。於是咧就有人報警啦。啲人真係八卦，關你鬼事咩？咁都要報警？咁唔俾人着得復古啲、型啲，你就話人哋有問題？啲人真係奇怪。咁係有熱心嘅人嘅，同埋佢個樣當時真係好迷茫，好似完全未見過呢個地方咁嘅樣。咁警方嚟到之後咧，問佢喺度做乜遊蕩，佢就答唔知點解嚟咗呢度。咁警方問佢索取身份證明文件，呢個男人咧就向警方展示出身份證明文件，攞出嚟嘅咧就係一張蘇聯嘅身份證。蘇聯唔係啊嘛？係啊，佢出示嘅身份證當時真係嚟自蘇聯，而佢顯示佢嘅出生日期咧係1932年，但係當時係2006年，佢應該已經係一個年過70嘅老人家。但係佢個樣只係睇到，只係大概係20到30歲之間。佢向警方報稱佢係1958年過嚟嘅。咁同大家補習一下世界歷史先。蘇聯咧就係喺1991年解體嘅，烏克蘭咧就係1991年8月宣布獨立，而喺12月咧就被全世界所確認成為獨立國家。蘇聯當時已經名存實亡，所以烏克蘭喺8月宣布獨立嘅時候咧，佢冇做任何嘢。講翻呢個男人，當時呢個警方見到佢呢張身份證就完全唔知係乜嘢嚟嘅，咁唯有只可以帶佢翻警署繼續調查啦。咁帶到佢翻警署，警方問佢叫乜名，佢同警方講佢個名叫 Sergei Palamarenko， 我哋以後會叫佢做梳基。警方覺得佢冇乜能力可以問到更加多嘅資訊，所以佢哋就請咗一個特別顧問去詢問佢嘅情況。真係可能需要揾個特別顧問，佢又冇殺人放火，警方又唔可以做啲乜。如果呢個特別顧問證實佢係黐線嘅，可以即時送佢入青山。咁我諗要好多因素先可以送佢入青山嘅，都要起碼要有2-3個醫生證明佢真係神經有問題先得。好，繼續講。梳基話佢有一日咧諗住帶部相機出去行下，影下相咁樣。咁啊行到出去屋企附近咧，周圍影下啲風景咁樣啦。咁佢見到有隻飛碟喺上邊停留，咁佢就拎起個相機影張相。當佢一撳完個快門掣，佢就嚟咗呢度啦。梳基繼續向顧問展示佢部相機。佢表示顧問可以將裏面嘅相片晒出嚟，就可以睇下啲相有啲咩發現。講下呢一部相機先。呢部相機已經係一部停產咗嘅相機，但係佢裏面嘅菲林膠卷咧就好似新嘅一樣。大家要記得呢個人自稱佢係1958年過嚟嘅，當時係2006年，已經過咗48年。但係一般嚟講咧，菲林保存限期咧最多都係得20年嘅啫。而且仲要保存得好好，而佢嘅菲林咧係好新，好似係尋日買咁樣。其實部相機咁舊，揸住周街行，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你好型，但係亦都有啲人會覺得你好奇怪嘅喎。係嘅，
蘇基咧一路都表現得非常之合作，佢好想得到警方嘅幫助。警方馬上攞卷菲林去沖晒出嚟啲相咧，就令到所有人非常之震撼。全部影像咧都係1950年嘅景象，仲有一張咧影到一隻不明飛行物體。警方詢問佢嘅照片嘅情況，佢有解釋到每一張照片嘅資訊。佢仲指明其中一張相同一個女子合照，佢話相入邊嘅女子係佢嘅女朋友，叫做 Valentina Kulik。蘇基建議警方去揾佢嘅女朋友，去證實佢冇講大話。咦？咁個警察有冇同佢講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啊？咁又冇，警方對佢都非常之有禮貌，而佢都非常之合作，都盤問咗成日。警方咧就覺得呢件事咧需要更加多嘅資訊，所以就送咗佢入醫院嘅羈留病房。由於蘇基咧就完全正常，而佢亦冇做到任何不法嘅行為，警方咧就由得佢自己行入房。咁去到晚飯嘅時候咧，看護敲門叫蘇基食飯，但係冇反應。喺警方陪同之下打開房門，發現蘇基唔喺間房裏面，完全係憑空消失。咁警方就好驚啦，因為羈留病房裏面嘅窗咧係有鐵欄攔住，人係唔可能喺個窗戶嗰度逃走。佢哋馬上檢查 CCTV， 喺 CCTV 裏面咧，蘇基入咗房之後咧係冇其他人進出個房間。警方盤問過全部嘅看護同埋所有嘅在場人士，佢哋一致都冇講過話見過蘇基出入嗰間房。無可奈何之下，警方最後只可以銷案，當做失蹤人口處理。蘇基喺呢件事留下咗一部相機、一堆照片同 CCTV 拍到佢入房嘅影像。喂，阿比啊，你聽到呢度點睇啊？咁我聽到呢度都覺得幾震撼。一個人點可以無啦啦消失嘅呢？仲要有 CCTV 影到，有警方做見證嘅喎。不過佢留低咗咁多嘢，啲警方可以喺嗰啲地方繼續查落去嘅啫。冇錯啊，警方從蘇基嘅女朋友開始，佢哋用 Valentina Kulik 呢個名揾到佢。當佢哋揾到佢嘅時候，佢已經係一個70歲嘅老人家啦。根據 Valentina Kulik 所講，佢係認識蘇基嘅，不過蘇基喺1958年就失蹤咗。但係過咗幾日佢又出現翻，問佢去邊佢又唔講，淨係叫佢唔好理咁多，而佢亦都冇再多問。不過去到1960年咧，蘇基又失蹤咗。自此之後咧，Valentina Kulik 咧就冇再見過蘇基啦。不過 Valentina Kulik 喺佢嘅信件裏面咧拎咗一個信封出嚟，信封裏面係一張明信片，明信片裏面咧就係一個老咗少少嘅蘇基。背面寫住將來見。Valentina Kulik 話蘇基話俾佢聽咧，佢個明信片咧喺2050年拍嘅。蘇基係喺最後一次見 Valentina Kulik 時候送俾佢嘅。警方再用蘇基呢個名咧喺政府檔案處尋找線索。根據檔案，蘇基呢個人咧真係喺1960年失蹤，到而家咧都仲係一個失蹤人士。咁樣睇啲單嘢都幾堅喎，睇嚟蘇基係俾外星人捉咗，經過超光速旅行，再俾外星人送翻嚟。咁根據愛因斯坦理論，如果有辦法以超光速飛行，人類係真係可以翻到過去。咁而推動到超光速，喺而家我哋呢一個文明都未做到，更何況係1950年或者係2004年。係啊，除咗愛因斯坦之外咧，亦都有科學家認為咧，超過光速咧係可以令到人喺時間空間旅行嘅。但係咁精準可以翻到同一個國家、城市同埋時間點咧，就非常之困難啦。
咁亦都有人認為呢個時間旅客咧係一個騙局或者一個杜撰出嚟嘅。啲人認為呢件事咧冇其他證據證明嘅真實性。當日呢個紀錄片咧係由一間烏克蘭嘅公司拍攝，係由一個電視台叫 OnePlus1 製作，喺一個叫 Aliens 嘅 show 裏面播放。咁會唔會係真係杜撰出嚟，或者係當局想利用呢個 show 嚟淡化事件呢？呢個係真係一個謎團，亦都好值得大家去參考。喂，阿比啊，聽埋呢部分會唔會令你更加混亂呢？哇，玩嘢咩？啲人咁講又好似啱喎。不過如果係真嘅，而當局利用呢種手法嚟到淡化事件，又唔需要向民眾解釋，正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問題係啲證據其實係偏向真係有時間旅客，冇人可以解釋到點解部相機同埋菲林可以保存到咁耐。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梳機真係人間蒸發咗，冇人可以證明呢件事究竟係真定係假㗎。係啊，之後有人研究過2050年嗰張相，佢哋認為咧係 Photoshop 做落個手腳嘅，話嗰個係紐約市嚟嘅，但係亦都冇辦法100% 證實呢個係紐約市。背景啲大廈咧，全世界都有差唔多嘅，亦有人講過嗰度真係幾乎只係嗰啲大廈從未見過。咁呢個都可以算係一個來自烏克蘭嘅都市傳說。咁呢個世界有好多外星人接觸人嘅事件嘅。咁如果梳機係俾外星人捉咗上咗太空船，點解會揾佢呢？有異諗唔通？咁佢喺太空船上面又有咩事情發生過呢？如果太空船真係以超光速飛行，咁佢哋又去咗邊呢？我就覺得呢件事咧就好切合我哋頻道嘅主題，呢個真係一個超級大嘅謎團。不如我哋請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，發揮你哋嘅小宇宙，可以諗下究竟件事係點樣。今次亦都好多謝大家收睇啊！請大家分享點讚我哋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